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，唔知大家有冇一筆錢放喺銀行，純粹想儲下錢，又或者作為應急資金，有緊急嘅情況可以攞出嚟用，又或者放喺股票戶口等待入市嘅時機。無論大家係邊一種情況，相信大家都會想呢一筆閒置資金係有一個高嘅流動性，要用嘅時候可以即刻拎得返，咁同埋一定要安全，唔會突然間少咗錢。同埋最重要嘅係可以賺下息，而個息口又唔好太差。但個問題就係銀行儲蓄戶口個息係非常之低，例如中銀活期個息口只係得0.001%，等於冇咁滯。而放喺股票戶口嘅現金又係冇回報嘅，放耐咗都唔抵。咁其實有冇咩方法係可以有一個高流動性又安全，同時可以賺到一個唔錯嘅息口呢？絕對係有嘅，呢個亦都係我自己依家都有做緊嘅，就係短期嘅美國國債。咁到底咩短期嘅美國國債？其實好簡單，短期嘅美債就係美國政府發行嘅短期債券，到期可以係1個月、2個月、3個月。如果你買入咗短期美債，就代表你借咗錢俾美國政府，咁佢到期嗰陣就會還翻個本金同利息俾你。咁依家講下短期美債係點樣運作。短期美債係唔派息嘅。咁佢係俾一個平啲嘅價錢你買，譬如一張面值100蚊嘅美債，你可以用99蚊買到，咁到期嗰陣你就會收足100蚊，中間嗰個差就係你收到嘅利息啦。咁之後就講下短期美債有咩好處。咁第一個好處就係佢夠安全，因為你係借錢俾美國政府，美國係全球最大嘅經濟體系之一，信用度極高，同埋佢可以印銀紙還錢，所以技術上佢唔會還唔到錢嘅。第二個好處就係個流動性極高，你唔一定要等到期先拎翻筆錢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係可以隨時喺市場上買翻出去，套現翻現金出嚟。咁因為市場上好多買家同賣家，需要好容易成交，你好快可以買到。第三就係依家個息口都唔錯啦，依家1-2個月到期嘅美債，講緊都做緊3.9厘息左右，比銀行嘅儲蓄戶口嘅息係差109000厘。咁第四，美債收到嘅利息係完全唔使交稅嘅，你可以100% 落到你個袋，就同美股係完全唔同嘅。美股係要交30% 股息稅。咁所以我自己一大部分嘅閒置資金都係放喺短期嘅美債入邊嘅。介紹完短期美國國債之後，可能你就會問究竟用邊個平台買好？我自己用緊，亦都會推薦大家去用 IB Interactive Brokers。點解 IB 呢？買美債你要將港紙轉做美金，咁 IB 佢嘅匯率係基本上好接近你喺 Google 上見到嘅匯率中間價，幾乎冇咩價差。而換匯方面，佢係有收手續費，但係手續費係好平。你港紙換美金，換10萬蚊嘅美金，都只係收2蚊美金嘅手續費。收費方面絕對係平過晒市面上所有其他銀行或者券商。咁同埋 IB 買美債係冇隱藏價差，你見到嘅就係市場價格，十分之透明嘅。如果你未開戶嘅話，就可以睇翻我之前嘅教學影片，我都會將影片連結放喺 YouTube 描述欄下邊。咁講到呢度，相信有啲人會話買美債好複雜喎，有冇啲簡單啲嘅方法？絕對係有嘅，你可以買美債 ETF。基本上佢個買賣方法同股票係一模一樣，你買完之後 ETF 嘅管理人就會幫你做晒所有嘅工作，包括買入短期美國國債，到期之後再買下一批，幫你處理晒所有嘅利息，定期派翻息俾你。一般就1個月派息一次。市面上比較熱門嘅就係一隻叫 SGOV 嘅 ETF， 呢隻 ETF 入邊主要持有0至3個月到期嘅美國國債。咁你見 SGO 嗰個圖咧，你會見到佢慢慢升就突然間跌咗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咁我舉個例子同大家講一講。咁假設你喺2025年7月1號用100.37蚊美金買入 SGOV， 咁之後佢個價錢會不斷咁樣升嘅。咁直至去到月尾，咁之後佢就會派息。只要你喺8月1號呢個除淨日之前仲揸住呢個股票，你就會收到每股0.362484，咁就會喺8月6號收到。咁之後個股價就會回落翻，咁就一路重複咁樣呢個步驟。咁派息個金額咧係浮動嘅，唔係固定嘅。你會見到佢有時高有時低。咁因為佢個息口係跟住美國嗰個息口走嘅，即係話美國加息呢個派息就會多咗，美國減息呢個派息就會少咗。咁睇翻 SGOV 過去12個月派咗個息口就係4.2厘。
即係話你擺100蚊落去就有4.2蚊嘅利息，而用翻過去30日估算翻成年嘅派息，個息口就係3.86厘。點解會少咗？咁因為美國減咗息，所以派息銀碼就少咗，所以個股息率就會跌咗。不過就算係咁，已經遠遠好過晒銀行儲蓄戶口嗰個息。咁除咗 SGOV 之外，仲有一個係 WeBuild，佢同樣都係持有0至3個月到期嘅美國國債，佢就今年先成立嘅啫。但係個管理費就低啲，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咁買呢啲美債 ETF，除咗 IB，亦都可以考慮富途或者微牛。咁富途個界面就好容易用啦，亦都有討論區，好適合新手。而微牛就有做緊免佣同免平台費，亦都冇其他隱藏嘅收費。如果你係成日 trade，可以幫到你慳唔少嘅手續費。如果你未開戶嘅話，可以睇翻我之前嘅教學影片，我都會將影片連結放喺 YouTube 描述欄下邊。之後就講下短期美國國債 ETF 嘅優點同缺點。咁先講咗優點先。咁第一就可以穩定收息，因為呢啲 ETF 都係每個月派息，咁你咩都唔使做，就自動有錢落袋，可以俾到你一個穩定嘅被動收入。咁第二就係個風險好低啦，因為佢揸住嘅係美國國債。咁頭先都有講過，美國政府可以印銀紙還錢，技術上唔會還唔到錢，所以就係一個好安全嘅投資選擇之一。咁第三就有人幫你去管理啦，你買咗 ETF 之後，個管理人就會自動幫你去買債，就唔使做，等收息就可以噶啦。咁第四就係個利率風險好低啦，因為短債就好快到期嘅，就唔似長債咁容易受到利率因素嘅影響，所以佢個價格波動好細。咁我哋睇翻 SGOV 嗰個股價嘅歷史啦，由2020年到2025年，喺呢5年美國加過息減過息，但係 SGOV 個股價一直都係100蚊橫行嘅，冇乜點受到美國加息減息影響。咁最後就係個流動性高啦，你想幾時買幾時買都得，隨時可以落單。咁之後就講下缺點方面，呢啲短債嘅 ETF 回報始終有限，唔會比得上股票呢啲高風險嘅資產，唔會令到你發達嘅。咁第二就要將港紙換做美金，咁就有個匯率風險。咁不過港紙同美金係行聯繫匯率制度嘅，所以個風險就相對有限啦。咁依家1蚊美金係換7.78港紙啦，咁最壞情況跌到7.75，咁即係跌0.03，但係最好情況咧可以升0.07，去到7.85。咁所以從概率去睇咧，贏錢個機率係大過輸錢嘅。咁第三，美債 ETF 派出嚟嘅股息係有30% 預扣稅嘅。咁譬如呢隻 SGOV 派出嚟嘅息咧，你就係會收到70% 嘅啫。咁但係有個好消息係可以申請退稅嘅。咁有啲券商譬如 IB 啊或者富途，咁會自動幫你做呢個退稅嘅手續。一般出年2月或之前就會將個30% 入翻你戶口。咁第四就係唔受香港存款計劃保障嘅，因為呢啲短期美國國債 ETF 係投資產品，就唔係銀行存款，所以就唔受保障。咁我自己就唔擔心嘅，因為始終佢有美國政府做擔保，再加上係一啲好短期嘅美債，個違約風險係極低。咁最後一個缺點就係呢啲 ETF 係有管理費嘅，因為始終有人幫你管理啊嘛，咁所以一定會收管理費。咁個好消息就係個管理費都唔高啦，譬如 SGOV 個管理費只係0.09%，而 WeBuild 個管理費只係0.07%。咁你見到佢呢啲股息率其實已經扣咗個管理費㗎啦，所以如果佢未扣管理費咧，佢個回報係4.29%。而如果你唔想轉美金去做美債，你都係考慮渣打嘅高息馬拉松末期存款，你一擺錢落去就有2.4厘，而且隨住時間去遞增嘅。咁佢個息口都有機會有變嘅。咁我會喺我個網站持續更新嘅，大家有興趣就點擊翻個網站去睇一睇。咁如果想申請咧，你撳前往官網申請，之後撳立即申請就可以噶啦。如果大家未開渣打戶口，可以喺度撳埋申請，依家仲有啲迎新優惠嘅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